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6，诗篇136篇7节安尼讲：感谢迄个创造大的光体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三角来祈祷，创造大的光体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创造天地万物的活命主宰。你予日月星辰照时排列伫天里，予春夏秋冬照顺序运转，予一切的受造伫你的恩典中来活。主啊！你阁予人来管理你的创造，予阮通享受你的奇妙所做。阮要深深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！你的创造奇妙伟大，所做奥妙无人通比。主啊！你用日月星辰照日暝，你用真理照阮头前的路。主啊！感谢你创造大的光体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